今天早上几点来排队4、5点。4、5点哦。排第一个是特意过来排第一个的吗？我是像上述的这个口罩的问题，我上次买口罩很难买啊，就这一次就比较快一点来看，领现线。1鸟在手胜过2鸟在领的，那领在手上的感觉比较实在啊。目前确认有4个领取有2374万人，2374万人。那目前到7月12号的晚上10点，已经完成这个纸本3倍券的预约的已经有1035万人，那绑定数位的也有157万人，所以到目前为止就已经有1192万个人要接受服务。那大家可以想一想，2374减到1192，后面还有1182都要到邮局来接受服务。所以对邮局同仁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们邮局为了进行分流，目前都已经有预请各界的民众，就是依据身份证的末码字号来做分流。基本上135是单号末码单号的领券人，那24是末码双号的领券人。礼拜6的部分是单双号都可以领券呢。那希望来领券的本人或代理人都依这个身份证字号的末码来做分流领券。另外就是为了避免大家不了解邮局，目前各地邮局现存最大可以处理的量，我们今天早上在行政院的振兴3倍券的官网振兴地图已经上网可以查询到各地邮局现存的所有可以领券的数量哈。那也欢迎各界的民众在出门之前先来查询了解。所以也请大家在这炎热的夏天，平常可以尽早一点凉快的时段来，中午的时段跟下班前的时段尽可能不要过来，免得当场在那边白跑一趟哈。那。